我想高老二请教一下，聽講房屋秘密愛1年內完成登記，將唔會被人發現，請問愛樣辦辦理呢？好，呢份係房屋秘密嘅流程圖，留改付文件。首先，雙方愛填一份秘密議展契約書，政府本各一份，正本時答，權利加1/7000嘅印花，然後徵求授權嘅稅務局、分局、稅務機關求申報房屋契費、土地增值費。辦費之後，將交到愛豆呢片辦理所有權秘密登記。了解，我很愛準備呢度資料呢。辦理登記時，請帶寫好寫嘅土地登記申請書，搭好印花嘅秘密議展契約書、繳費證明、身份證、人呢、義務人人感證明、土地權狀，就做得辦理咧。我知咧，什麼呢？呢份資料本日大展求參考，你係我嘅名片，那係有冇了解嘅素材，歡迎打電話來問。好，什麼呢？